小心！哎，好的，祖玛。先干掉一个！不错，加德罗斯的跟班果然不简单。切，哼，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什么？这是搞什么？什么？早跟你讲，没那么简单了。正好，这样的对手打起来才有意思啊！祖玛，你的手没事吧？他们有没有吓到你？你们是雷狮海盗团的人。哼，你们死定了！偷袭我就算了，居然还敢对宗马动手！哪个是领头的？给我站出来！笑什么笑？你们都是回答我啊！难道加德罗斯大人？咱们这是初次见面吧，加德罗斯？然后就请你去死吧！终于动手了，雷狮。不过，加德罗斯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，要在他们决出胜负之前。鬼狐大人，我们的先行队已经发现了格瑞和金，正如您所说，他们就在寒冰湖。格瑞和加德罗斯都一样，他们的原力武装过于强大，而一旦损毁就很难自我恢复，只能依靠几个天然原力充沛的特殊地点来温养修补。加德罗斯选择了赤焰山，而格瑞则是在寒冰湖，所以哪怕明知回来是死路一条，他也不得不走这一趟。一切尽在您的掌握之中。没错，一切终于都准备好了。出周梦，你们跑不掉的！啊！可恶啊！根本打不到啊！跳起来！带住！好厉害！不愧是格瑞！啊！格瑞，你没事吧？真的很厉害，格瑞大人，中了莱纳的匕首，一般人恐怕连手指都动不了一根了，而您竟然能坚持到这种程度，佩服，佩服。不过，看来您也到此为止了。鬼狐，啊，紫藤，把格瑞抓住！等一下，想要抓格瑞，先过我这关。笨蛋，你放心吧，格瑞，只要有我在。拿下了！矢量缠绕。我说过了吧，先过我这关啊！你这个叛徒，找死！哈哈，还没完呢！乌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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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哈！
死定了！矢量缠绕，解除。不好意思啊。哈哈，看我的新技能，矢量疾走！矢量缠绕！哈哈哈，怎么样？还有谁？你在搞什么？够了，闹剧就到此为止吧。鬼狐大人，金，就像之前说过的，我真的非常看好你。事实证明，你也确实没让我看走眼。你对能力的掌握已经越来越纯熟了，但是，你最终还是站在了我的对立面，真是遗憾，不能让你继续成长下去了。小心。那么，作为最后的推理，就让你也见识一下我的原力技能吧。什么？这是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。接下来就是我的回合了。